哇，聲勢好好得係咪啊？大家今日開唔開心啊？哇！呢度仙姐係咪啊？我哋呢處筷子基呢邊咧特別熱情啊！梗係啦，呢係我哋嘅居民嚟㗎嘛，呢啲係我哋㗎嘛，係咪啊？仲有青州係咪啊？筷子基呢啲居民係我哋街坊會㗎。我哋呢區咧，發覺呢個場地得唔得啊？好似唔係好夠用係咪啊？我哋啲觀眾都唔夠坐添喎。我哋遲啲再將呢個意見咧，我哋反映俾政府啊！我哋希望有更加好嘅一個嘅我哋做活動嘅場地，好唔好啊？好。咁啊，仙姐，今日咧我哋呢個嘅主題咧就係社會福利。咁我亦都想咧就住今日同大家匯報一下咧關於社會保障基金嘅一啲嘅問題，因為我知道咧社會保障咧係對於我哋好多嘅市民都關係非常之密切。咁社會保障基金咧，可能我哋在座咧有好多朋友而家咧都係做緊嘢，供緊款啊，可以將來咧我哋退休嘅時候咧就係攞到社會保障基金。但係大家可能唔知道，我哋嘅群力嘅議員係從2005年開始呢一個嘅社會保障嘅一個嘅計劃，係我哋群力嘅議員為政府作出建議。我哋要求我哋嘅政府要達至一個雙層式嘅社會保障嘅一個嘅網絡。仙姐，我諗你聽過係咪啊？梗係啦，我哋群力嘅議員啊，真係啊為居民啊勞心勞力，關心居民，去真誠服務嘅我哋啲居民嚟㗎。我哋群力啊，我哋嘅議員啊，係真真正正為民整命㗎。好啊，咁啊，剛才仙姐都講咗，咁或者呢處咧亦都講一講咧我雙層式嘅社會保障嘅問題。咁我哋05年咧，我哋由我哋群力嘅梁慶晴議員同埋容永欣議員咧，當時我哋就向政府提出呢一個嘅我哋嘅退休養老嘅保障。咁但係時至今日，大家唔知唔知，我哋仲有2萬幾超過65歲嘅長者咧，係未納入到呢個嘅社會保障嘅範圍。亦都有我相信在座有好多嘅家庭主婦、中小企嘅東主、一啲自僱嘅人士，係咪都未有供呢個社保係咪啊？嗱，我哋呢度咧都好多朋友咧反映咗意見俾我哋聽，所以我哋群力嘅議員咧，由05年開始一直跟進，尤其我哋65歲以上嘅長者等得更心急。行政長官話，對於我哋群力當時所建議嘅呢個雙層社會保障呢，係非常之支持同埋認同。尤其佢對於長期為我哋澳門默默耕耘作出貢獻嘅一啲嘅長者，佢哋認為係要早啲使到佢哋能夠收到呢個嘅社會保障基金。喺呢處長官答應咗，喺今年嘅年底，佢就會將65歲以上嘅長者同埋我剛才所講嘅中小企嘅東主、家庭主婦、自僱人士，亦都能夠納入到呢個嘅社會保障嘅網絡。亦即是講，呢啲嘅朋友將會喺年底就會收到社會保障基金。呢個係咪好消息啊？呢一個咧都係我哋群力嘅議員根據大家嘅一個嘅意見，我哋同大家反映，一齊努力嘅成果。當然，我哋亦繼續會督促政府係唔係喺年底前落實呢個嘅雙層式嘅社會保障嘅一個嘅計劃。我哋會一齊同大家跟進，做好呢方面嘅工作。我哋係希望能夠達至一個全民供款、全民受保嘅呢一個嘅目標，使到我哋嘅居民能夠有一個嘅喺退休嘅時候有個好嘅一個嘅晚年嘅生活。呢度亦都係我哋在座街坊朋友共同嘅願望。大家係咪願意同我哋群力一齊共同努力啊？
非常之多謝。咁我哋作為群力嘅議員喺今一屆裏面，我哋梁慶庭先生同埋容永欣小姐，亦都用佢高尚嘅精神，薪火相傳。佢今年佢係唔會參選，但係佢仍然係喺我哋嘅群力嘅團隊裏面，帶領我哋嘅新人去參與今次立法會嘅選舉。我作為群力嘅第一候選人，我亦都參與社會服務工作已經有15年嘅時間。喺上一屆嘅2005年，我亦都係候選人之一。我亦都好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得到大家嘅鼓勵，能夠將群力嘅精神能夠傳承，將真誠實幹服務社群嘅精神，我哋延續落去，更加好咁樣為大家服務，好唔好？我哋係會繼續為住大家嘅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繼續同大家爭取合理嘅權益，好唔好？我哋好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因為今一屆嘅選情係非常之嚴峻。如果得唔到大家嘅支持，我哋亦都冇能夠代表大家權益嘅繼續為大家打拼。所以我喺呢處再一次呼籲，希望我哋廣大支持我哋群力嘅朋友，能夠一如既往喺9月20號投我哋第13組群力促進會神聖嘅一票。多謝大家！群力為民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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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力為民出力。好，多謝晒，亦都有請兩位候選人攞留步，同埋有請翻我哋街坊總會同埋我哋各個友好團體嘅負責人，包括我哋嘅坊會啦，我哋嘅所屬中心咧嘅一眾代表一齊。我哋識唱一齊唱好嘛？群力之歌，即刻為我哋一齊打拍子，為佢打氣好冇？為社會天商討相關注，無論有沒有風雨未變樣，群力最肯幫理解有群，促進發展新世代。未來是必須全力建經濟，有決心便有新轉機，留心兼顧施政。為夢想並發展雙飛，開始新作勢，立法必須要合理，群力勇，全面探討，實做好職，關心加愛心，維護社區，做到最好基政，努力創。多謝晒，我哋呢邊朋友都搖下好嘛？OK， 多謝，出力搖，力跑。支持13組。為社會天商討相關注，無論有沒有風雨變樣，群力最肯幫了解，促進發展雙世代。未來是機遇，全力變經濟，有決心定有新轉機，無心